出埃及记第4章，上帝予摩西行新约。摩西因讲：以色列人袂相信我，嘛袂听我的话，因为讲上主毋捌对你显现。上主对伊讲：你的手举什么？伊讲：管影。上主讲：甲管影迄点涂骹。摩西一个甲管影迄落涂骹，管影就变做蛇，伊就闪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伸手掠蛇尾。摩西就伸手去掠，蛇就伫伊的手里变做管影。上主阁讲：我互你有即款能力，是要互以色列人信上主因列祖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有对你显现。上主阁对伊讲：手伸入去衫内，伊就甲手伸入去。手一个伸出来，手已经伫严重的皮肤边，白亲像雪。上主阁讲：阁甲你的手伸入去，伊就阁伸入去。手一个伸出来，皮肤已经复原，甲规身躯的皮肤同款。上主讲：因若毋相信你，嘛无要相信第一个新约，因为相信第二个新约。即两个新约，因若拢毋信，阁毋听你的话，你就对尼罗河涌水，倒伫涂骹，遐水就会变做血。摩西对上主讲：我的主啊，我毋是枵讲话的人，你甲你的仆人讲话了后嘛是安尼，我是喙齿钝的人。上主对伊讲：什么人互人口才？什么人互人袂讲话、袂听见？目金还是失明？兼毋是我上主？但你得去，我要使你口才，要教你讲你得讲的话。摩西讲：我的主啊，求你派别人去。上主对摩西发授去，讲：利未人阿伦兼毋是你的兄哥，我知伊真枵讲话。现在伊来要接你，伊看到你心内话真欢喜，你得将应该讲的话交代伊。我会使你甲伊口才，佮教恁做应该做的事。伊会替你对人民讲话，伊做你的代言人，你亲像伊的上帝，只是伊应该讲的话。你得举这支管影来行新约。摩西转去埃及，摩西就倒去伊的丈人叶忒罗遐，对伊讲：请互我倒去埃及，看我的亲人邀我得无？叶忒罗甲摩西讲：你通平安去。上主伫米甸对摩西讲：你着倒去埃及，因为要害你的性命，遐个人拢死啦。摩西带伊的某甲两个囝，互因骑驴仔倒去埃及。摩西手举上帝的管影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倒去埃及的时，一定得用我赐予你的能力，伫埃及王的面前行奇事。毋过，我要互伊的心意，毋肯放即个民族离开。你得甲埃及王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以色列是我的大囝，我捌甲你讲，得放我的囝离开，去服侍我。毋过你拒绝，所以我要杀死你的大囝。摩西伫路中歇眠的所在，上主拄着伊，要杀伊。西坡拉摕石刀割伊的囝的包皮，有摩西的骹，讲：你是我肺的丈夫。上主就放伊煞。西坡拉讲：你是惊甲你流血的新郎。上主对阿伦讲：你旷野的方向去迎接摩西。伊就去。
伫上帝的山拄着摩西，甲伊诊，甲伊请安。摩西将上主吩咐伊的话，甲命令伊得行的神业，拢甲阿伦讲。摩西甲阿伦就去召集以色列人的长老。阿伦将上主对摩西讲的话拢甲因讲，佮伫人民的面前行遐的神业，人民就相信。因听见上主眷顾以色列人，佮知影因的困苦，就跪落去敬拜上主。